嗨，我是鬼才阿水。当过兵的男生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，就是长官总爱说：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那这句话呢，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完全失去了训练的尺度，更将不当的训练当成成长的一部分。而幸运的人，即使身体撑过了过去，心里却永远留下一道伤痕；而自身条件无法撑住的，则可能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最近呢，台中一名7岁的男童在柔道馆练习的时候，被学长以及教练重摔27次，造成严重的脑震荡情况，最终造成脑死。而即使过程中该男童已经多次的求饶，甚至表达不舒服以及疼痛时，该教练仍然没有停止该行为，最终造成憾事的发生。而当事件遭到媒体披露时，教练也被起底是柔道6段的退休法警，但实际上并无授课教练资格。中华民国柔道总会更发布声明表示，该核心教练并没有专业的教练执照，也不适合担任柔道教练。从影片中看到的摔法，绝对不是教导幼儿柔道的方式。老实说，当我点开影片的那个瞬间，我是完全无法呼吸的。那影片还没有看完呢，我就已经关闭了，因为我心里清楚明白，那种在心底的伤痛，是因为我明白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没人希望看到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孩，在大人的恶意下成为亡魂。一个本应该活泼可爱的7岁年纪，如今却只剩下昏迷指数3。过去我也从小就在相当威权以及严厉的教育环境中长大，那这当然与我自己在军人家庭中长大有关。但当我的年龄逐渐增长时，更明白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叫做磨难，不应该叫做磨练。那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成长的时候呢，都会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。我们既然都曾经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伤痛，更不应该让其传承下去，到此就应该为止了。那这次的柔道课程中呢，核心教练的行为自然人神共愤。在男童连续被摔击好几次之后呢，核心教练却依然执意要继续训练，甚至当男童都已经倒地无法爬起来后，教练却认为他是装的，连续摔了7、8次之后才收手。最后竟然还要在旁监督的亲人自己叫救护车。而当事件被广为流传之后呢，他第一时间竟然是在家长的群组中表示，希望不要对该事件做出相关的评论，也请千万放心，道馆能够继续守住。我不能够理解的是，在这一名教练的心中，难道一名7岁男童的宝贵性命，竟然还不如来的比道馆还重要吗？这次的主题实在太过沉重，但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机会与大家好好的聊一聊。最后，如果对于影片有共鸣的朋友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将影片转发出去，也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们讨论。最后，我是鬼才阿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